當你決定購買一輛心儀的汽車，首先必須思考費用來源。假設你盯上了一輛售價25,000元的車，若已儲存了5,000元作為頭期款，那麼剩下的2萬元就必須靠貸款來解決。在這個金融遊戲中，每一分錢都至關重要，理解自己的財務狀況是第一步。選擇適合的貸款方案至關重要。銀行提供多種貸款條件，通常可以選擇不同的利率和還款期。例如方案一可能提供36個月的貸款，利率為 6.75%， 而方案二則提供48個月，利率為 4.75%。眼看着不同的選項在眼前，可能你會衝動地選擇最便宜的利率，但需注意，時間的長短也影響每月的還款金額。利用攤還公式，計算不同方案的月付款，才能做出智慧的選擇。選對貸款方案，不僅能省下一筆支出，還能幫助你未來的財務規劃。簡單來說，選擇時不僅看利率或月付款，你需要考量整體還款金額和還款期限，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負擔。比如說，選擇每月最低的付款雖然讓當前的財務壓力減輕，但這可能導致長期的負擔與更多的利息支出。信用評分在貸款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。即使你有好的計劃，但若信用分數不佳，銀行可能仍然拒絕你借款。因此，查看自己的信用狀況，並確保按時繳納賬單，是提高信用分數的有效途徑。良好的信用評分就如同打開財務的大門，可以更加順利地得到所需的資金。總結來說，買車並非單純選擇一輛喜愛的車型，而是要弄清楚資金來源、如何還款，以及自己的信用狀況。這不僅僅是一次交易，更是一個學習和成長的機會。掌握了這些知識，未來不論是與家人還是朋友討論汽車金融，都能發表自己的見解，讓人刮目相看。選擇明智的還款方式和維護良好的信用，每一步都是為了更美好的明天。